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欠长内度，台语安尼写欠长内度，省吃省穿，缩衣节食，生活非常节俭，台语讲欠长内度。大金宝伫庄头真受敬重，因为伊总是欠长内度欠家己。若是讲到要寄付做爱心，就真拍手。伊为着要买一间厝，互某囝有一个安稳的家，是拼性命趁钱，欠长内度。诈骗集团真可恶，甲老岁仔人欠长内度的赛客骗了了。欠长内度的内要滚来音，像那凹下凹陷。囡仔人好奇，甲甜粿吐一个纳落去，迄位纳片的小姐，其实是一个好骗师，专门咧调芳水、卖芳水。另外，高雄高山区有一个地头喇叭底，若苗栗后人的旧地名，安尼写后人。今仔日的台语字喇叭底后人纳落去，欠长内度，实在真趣味。